的人这样多，你却碰到我。有缘，有缘啊！就像一条歌的腔样，色彩很独哦。韩国新娘都有神风嘞，双喜临门。让我按度好哈。有缘，当有缘。我真紧唔知，爱妈唔，还迄妈爱七家。俺唔伫去等，也去等个七家。啊？说嘛该啦，明明係喜事，叫愛罵人，他愛你同意哦。做嘛？有愛罵人，係會討唔中意冇？我唔係有中意麼？像喺唔老結婚有神風，準做乜嘅咧？唔老到結婚，但請唔用啥嘅事情聽係冇？冇背嘅人會用嚟修一件事情，你唔用嚟抗癌，唔用嚟抗 M 卡。唔正經老到，算咧，都按嚟咧。我冇乜嘅好講嘅。來看啊，因為新娘在喜咧，故說訂婚老結婚，向下攀出好咧。求咱面前獻一隻好日咧，唔家兩片親家，吃到兩個啊！也行到抗委員嘅意見啦。後生人都七家做主咧，人係做得幾聽乜嘅啊？俺想愛先講真就好咧，等疫情過咧，baby 妹出世咧，過嚟不辦婚禮，冇讓他辦婚禮，媽唔會來啊？啊，錯啦！哎，都乜嘅時代咧，一下嘅後生人啊，做乜嘅事情都得嘅比較咧。我家下講嘅哦，雙喜。其實漢字咧，念字啊，也會就會有一個後生嘅心理狀咧。係咯，家家都冇得選嚟。麥提還有賽報講嗰個事情，鬧到我一片心無歡喜啦。下冇杯睇搞到呢個，阿條爸唔啲臭 T P，我臭唔臭 TP？老人信唔信你仲有乜關係啊？係委員有事情嘅事情哦，全唔會停嘅。我敢有事情，娜娜唔會唔知。況且俺兩三推出啲種嘅選舉，就係冇想喺本年遲到，俺兩往年和佢一定買錢。我兩三人講嘅合體，唔係家鄉還有妮妮嘅粉絲，係我兩三人獻禮總。到時哦，大家一定會有事情唔要向下講啊，安尼哦，會越講越歐巴呢。劉老都講唔信，就做得唔信。你到底有看過憲八法冇？電機過後，就算唔憲，命嘅強用會啲憲票當空。冇聽錯，行會本司法機關調查，嘅唔信係唔係有乜嘅問題？唔知想乜嘅啊？向愛不向前得到公平咩？向黎明對北港嘅情感係有寄託。哦，老天買啲嘅向前，點樣付出嚟動到啊？其他做對好嘅結果啊！北港廟啲卡片超過一甲子咧，做乜解北港廟配合公廟旗，唔係公廟旗配合北港廟啊？老委員講條件，俺老天買條咧，佢就唔會曬廟咧。不過吧，阿姑都輸了你嘅天境啦。好啊，冇乜好講嘅啊！點點。係嘛？佢講唔贏人，就係唔贏一屌點點。一家人一講到安尼破在係啊，
一件事情好好工作唔得咯。免像一天听的讲，妮妮唔给粉丝，唔七家做主，爸爸祝福家乡，成家就係嚟接應，開啲即個鏡頭當空。頭班人講啊，敢去就會一旦火，唔敢去就會卡死。娜娜，北公廟唔係單槍有利益聽呢，也係我想愛留本南投人嘅禮物。卡卡，公入去唔係抄用唔係啲咁簡單，佢係我對主公主王嘅應承啊。知道爸爸有老公嘅把糖你啦，冇用啊！有啦，爸爸做李总，最终变做北公强用啊。其老李面转做不卡面，老七家转做太监嘅北公。唔讲我要先嘅事情啊，既然只有去同佢假片老李总讲。讲伊像要摕动作动时，不过又讲唔出来，无得物解。真并唔知当初係愛惜，還係冇愛惜。你按你讲，我就想到费斯汀格法則。什麼嘅啊？你經常好教好嘅3批是以後啦，就係講，第一隻家庭將會遺傳事情嘅10%，剩咗90%，係做嚟靠自家家庭嘅。大把嘅家庭都會有未來嘅發展。對，但相信我，因為你大擺都懂善良嘅推偏影響，所有嘅事情都會變好啦。聰夢。有上司哦，對爸爸講法，還係我有做乜可以用嘅。其實爸爸根本已經冇按諗好了，人嘅事情根本佢知道冇面子，佢還係接受了呀。什麼？其實眼睛前面係唔地愛鳥講，長相都要充滿配數。係啲。兩三個強用。夢前嘅事情，唔係向老爸爸講。我猜踏假擺，不過睇時間冇講，佢越來越講唔出嘴咧。我想去彌補本夢前片一件事情，說下嘛係為到面子。不過，我詳細想一下，唔當你用100嘅機會，慢慢才能計劃成功呢？你想為老家家添數萬錢啊？唔知，也係我第一擺試甲完成嘅計劃，我一定會本期成功。講到家家哦，我真嘅冇辦法搶佢安尼。弄到自家一百仔，不過我很聽數據，說服佢條本夢前片嘅向前轉投資。不過大擺哦，看到佢條4個錢嘅夢想，就放市場去。唔對喎，佢條呢大擺賺到錢，根本就冇同人講嘅吧？你當我大擺哦，都想打。我用掉的朴素啊，我爸爸嘅菜市場心理學啊，真正領導就老直銷強用，都用一種菜市場心理學，我向前上升期，張開是大家一定都冇乜上升期，不過像我有13年上升咧，再後來除非有很卡多年天定上升，也出按做從眾心理。
爸爸也下强等等做得创造奇迹。佢嘅工業期開課確定咧，也下爸爸一定唔會放棄埋啲細苗，就係為到等待奇迹。故說佢唔會老人講按道嘅啦。是你呢？你認真讀哦。做嘛？你係唔係知道咁多錢就冇咁簡單本，幾多你相信？其實唔會，清楚要係。哪的想，但你有可能用菜市場那鋪來對付爸爸。謝咯。講常是講，係講唔使白講苗，佢只要投入嘅法度就會唔立法，幾條件出現就會對某輩利益太強。就會變做清楚大家無愛嘅分析嘅。他要出得殺頭白嘅攏會，這件事情做得唔好，來看佢整體嘅事情做得唔會差。很多事情嘅強下，係唔係不講無想去辦呐？兩公婆結婚按多年，還做得按辛苦，真見很好呢。係講係論出興出吹，見就很卡龍吧呢。人哋哦，還較條錢啲，本咁兩公婆很多的數錢數哦。唔掂唔掂啦！唔過講哦，我聽講出老天媽聽個啷講。樣嘅咯，因為富人家要跳到買鐵嘅怕咯。家曉啊，愛到美人嘅麼呀？你要生人嚟啊！卡卡，你去講愛買鐵啊？嚇？哦，你做白咁當嘅啊？你兩曬卡差唔多呀，明明出兩件事情，還做得公共下。唔曉點點做啲嘛？哦。掉嘅咧，幾買東西啊？當初係你嘅骨頭呢？係咩啊？先報警啊！個用救救啊！就莫按個麼結婚絲案啊，咪到了正經嘅窮樣咧。係哦，答對哦，係文化遺產呢，迄本來講多呢，睇下是假出攏無。迄頭講吼，迄骨頭神啊，迄有肥嘅哦，又有牙乾嘅哦，迄婚紗攞尾有呀是東西咯，係咪？叫做團數團腳，幾千年前根本有很多分屍啊。唐講喺史前遺跡動槍動厲害嘅，咁係山頂洞人，應該係哦。文化局帶專家學者來看過嘅，動槍動有假測咯。嗰種唔是世紀工業企業啊，出隻氣泡武館啊。那有按過嘅事情，咪個喺別變鬼變怪。會啦，殺頭爸冇按摩了啊。這幾間鋪係隻 guarantee 嘛？該嘅你對你也冇意義啊！真係嘅你，佢咩唱嘅脫褲嘅大屁亂天天啊！既然問下機長咧，結果吼一般係隻 guarantee，一攏係天數啦。連電斧頭山鼻子老用數下鼻子高考，難條也沒發現你答對嘅，一種係事前比較，一下文化局內老文化部報告咧。韓國經濟考古為價監管保護辦法，一下沒有相對應嘅保護辦法，等等相關單位進一步嘅考察評估。不過，唔免無想愛辦物。草木，像天數愛，本萬則人計劃成功，安尼計了投資，本人騙錢嘅鄉親，將做得老錢穿進來。像天數愛，本爸爸買天，天數阿姑萬災，像天數愛那，本佢說服嘅爸爸，老伯公廟留下來。也係用萬子來釀紀念的布，雖然也下
还挑唔出正正嘅客家蓝色，唔过也不个接受老意，大先老唔该点咯。所有嘅事情做得顺心，大家做得前到相互接受嘅办法。那美人，你唔去就会吵。他触景伤情啊。猜眼掉，真挺无对的。妈嘅冇丢，我讲会说啦。啊。都你冇掉还不声音。那时兄牙博下讲情啊，深沙老人强下产啊。系说啊，竟然提水嘅。你话按水唔用。彩色好咧，雄勇 ，VVIP 唔是钱。还有，爱吃到你很老嘎嘎天数，帅。你都在吃冻啊，还没有给你。好嘢。好嘅拉米，安尼，老人讲，莫沾莫吃哦，来顶交代。阿门，迄种洋洋嘎嘎，你干嘛让人天数？我很洋用不？张唔信咧，都是家家输体咧哦，一定会转去台北，唔敢还要留伫阿边。有咩唱大家来吼，主要系老大家报告一阵吼考古遗址嘅监管保护嘅办法，还有呀文化资产嘅保护法，
吼，撒下来咧，种下吼，当地嘅调查又监听咧，就要交本啊，尽量付费咧。啊，叶片，睇先，姑嫂咧，使用一点时间，充点就係啊。未知嘅片吼，就要麻烦大家好好嚟看好了。啊，还是要麻烦求求你那边天数啦，哈。一種重要嘅事情啊，入面係會喏。唔是少啦，我哋要處理啊。你看嗰片經紀線啊，都來起來咧，棚誒要搭好咧，充點就係，我本人凊彩做過去哦。問一下，工作會補助純粹追嘅加班費冇？也部分吼，我過去重新申請啦，吼。嗰片先用啦，吼。因為寫公文啊，唔過做出係一家人，進來要家人啊，安尼最尾就放唔出嚟啊。呢種辦法我知啦，我請係公務人員聽聽，我咩係照規矩吼嚟辦事情聽聽啊。純屬吹嘅加班費，撈示範嘅錢，我來出。因為冇做初步嘅檢驗，就直接用考古遺址監管咧。呢邊啊，我一篇老報告啦，主要有民眾啊拿嚟資料就去文化局。哦，講嘅乜嘢日本時代啊，龍潭基礎嘅片，主要一下邊人後背啊，老頭牌嘅時節啦，就有人發現講嘅乜嘢啊建築啊、記錄啊，一條記錄。嗰時候咧，文化局佢哋就合理來判定講，呢條遺跡係對嘅片一路過來嘅片咧。唔老中央嘅對口本來，我來協調，冇可能就按你標定，乜嘢都做唔得做咧。不過本來吼，我冇好啦，我數年嘅天件300萬年，都買鐵啦。冇錢又唔買鐵啊，抄用我天鐵。講入去唔係抄用唔買鐵咁簡單。這係我對主公主我嘅應承啊！舒服啦咧。哦，這行去貼錢咧，常常天當嘅嗰種難。可能係人際人際比例嘅問題。跟你做乜嘅案件時，我要調做客家人啊？老李俺曼澤蘭調做釀雞，親家就會有模仿咧。老曼澤蘭調做強勢釀雞，當簡單咩當合理啊？不過係講做啲前度偏方，調做客家醬油嘅客家辣，安尼就安尼專屬特色啦，還有賣點。嘅亞波嘅考古事件，應該有問賣天嘅事情冇按緊做，你阿爸有較強壯俾佢嚟吼。上愛賣天，因為啊件事情咯，我不用卡電。有亞們做唔上愛賣天，你阿爸講好哦。我上東久咧，搶油賣天哦，當做隻天數牙膏，還有幾條老天賣天嘅香錢啊。佢不過沒有一切比賽啊。又是上坡定那邊啊！落去鐵站路口右轉。哥哥，啊，來，你喺廣島村東嘅阿公開副卡，兩未買貴。我等我搞曉，安全帽，來。搶一檔。來。你起菜，你打電話。唔咧，哇，我那邊做地哦。見啦。好啦，來咧，等一下，來咧。我來找你孫子的。你選什麼？叫你孫子出來，少囉嗦。有客人啊。阿公公，這怎麼樣？怎麼樣？沒啦，沒有啦。啊，我們是聽到阿公公家有點聲音，就來看一下啦。我來找他孫子，少囉嗦。梁大哥，有什麼事嗎？來找老公聊天啊，沒什麼事。大哥是這樣，來找朋友啦。好，我們要看證件。現在找朋友都要看證件就對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什麼樣嘛？用辦法帶轉去，應該會查出個兇手。哥，你怎麼樣？沒
没事儿，我们家的黑一天到晚在外面惹是生非的，常常有人来找他。我这装作呀，耳朵闭，我听不到。我说还真有用啊！公公，你下次直接报警啦！哎呀，福天，唔呀看期盼咱呢，更多人桥跳上来了。老总，无啦，拄好伫附近，你就应该喺眼之前做到个查询嘅手术。唔讲出腔调转来啊，也白有李总，用字呀，向下合作咩？老总冇安尼讲啦，能够请你吃饭嘛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那黑黑回来了，判了个什么保护管束了。法官叫他赶快去找个工作。哦，你有看到吼？你睇下有录样呢？身高789诶，佢北港吼同意要搬走啦。哦，什么？李总吧，你要唔叫天翻哦？唔可能人攞咪吼得嚟8刀身高嘅啦。來食呀！愛看戲哦，咩食呀？有看到冇？連9高呢？北港個吼要搬走啦。喂，不是哦，我係江小姐啦。我早同講吼，台灣啲北港掠單吼，特高啊，連9高哦，我攞報出來哦。唔係啦，我搶天數吼，你報出來，安尼你都做得。有啦，我會哦去法院啦，我咪有搶啲事吼，天數啊，護送我就。喂，你唔繼續調高咯，9高唔撈啦，搶入住，還用30人高。總之啊，做起食嘢嘅啦，冇啲啊，就講你係如果冇嘅啦，做起啦，係。劉峰啊，是報張正熙啊，啊？唔是啦，唔使吊緊啊，係問過呀。迄個亞威啊，正經喺文化比較啊，政府會有補助啊。到時啊，想某一買天咪做唔得，定結公用嘅哦，真嚟講啦。嘅咩文化比較，係乜解？我有辦法啦，叫我搬出來，啊，搬出來希望。唔是啦，我帶你殺啦。睇張起身啦。什麼？石头，安东公，我带我这个不孝孙子来给你道歉了，还不快跪下？不用，哎，不用这样子。跪下！躺跪的你，躺死嘞！李总吧，拍摄。不要这样，哎，起来！哎呀，下一次啊，好好做人，不要让你阿公这么担心了哈。起来，啊，知道错就好了，来，起来啊！而你係最應該做啊，喺老阿公非食邊，老阿公講你係咪會怪啊？講啊！爺爺對不起，我以後會乖乖的。你对我讲有个屁用？你去跟包公讲，求包公原谅你。
杨秘书，也早爱麻烦安排一下咧，莫等文化部派专家过来，我就会变做主攻，点本记条资料。啊，别，也可能会其中个片，你也不会处理，你就给安排，保全换掉巡守队啊。告诉这片哦，安排好咧。不过其实限天数检验，限官名保证。唔怕，官名嘅事情我过来安排。命路这片请都用诶。3D 人骨建模差唔多200年，古所亚下请嘅系以后建用用本，不过请有下巴嘅部分。未做得，手假的嘛。换期喺那只铺位，记得做 Q 爱做下抢掉的。到时迄讲爱验唔计食下巴，就讲3D 列印的就好了啊。好，哪啲咧？李爷，你的资手应该有180，人家总铺咩都上得到。我迄本人白嘅，呀，我天都爱买球咧，也下老爱咩也出。香啥呢？我还里面粗粗的，条咯还清楚着咧。迄讲真经，迄文化遗产，拄伫个片期啊1000年咧，我请迄老记编转去，错冇？徐顺宪，嘿，你要搞底哦，有没有可以司给地下上班？有冇？哦。阿姨，有讲。哦。这边查好，那里。你要去谁啊？要去谁？我去把姜来哦。哦，好啊。寿司一蛋糕。哦。给东西啦！北港庙嘅骨头，係唔中嘅哦。係啦，我點唔清楚買啲嘅事情，我上擺看到廟路新聞，應該講台中有個建商一到死前一季就全面停工誒。我想係講北港廟沒有死前一季，你就嫌唔是少買啲生命問題啊？真經懂好笑呢，你做得頭幾久啊？起碼幾年哦。係講老嘅學者專家講部門有關係，冇5年沒有3年。真經懂甜呢。今日骨頭係哪位來呀？廟會買嘅啊？哦，真的啦！也下廟路去有賣3D 列印嘅骨頭啊！哎呦，也下青島買個3D 列印嘅下巴啊、臉骨啊，就會本口腔來術後重建用嘅。我運氣好，都好似到工廠嘅某一個樣片一條骨啊。過來咧？過嚟，我就下定，我寄出機來啊！唔係認出機哦。係啊，乜都冇啊！真的啦，也下廟路事件，乜個都唔買，冇奇怪啊！你拿到高黑哦，就要慢则安之，Q 他煮煮啊！各位就拿去泡厨余。我给他泡厨余啊！你有讲叫出去野啦？歹勢啦！
迄游戏去危险咯，危险哎，讲总得人天数，俺想唔着样会做，像我安尼请我做对拖时间啊。咱那行吧，危险唔？唔免啦，迄牙球危险牙球，啊，危险。牙球危险牙球。唔免。我说牙球迄阵你输了钱，唔爱去做唔得咧。电话来。娜娜，嘿，我出发了吼，等一下。等下谈下讲就好了。哦。大家好。这个呀吼，就会我跟慢责人计划书老合约啦。还有啊，我建议吼，大家唔随摆老钱总下标一来。反正吼，慢责人文创商品吼，动脚就会送失啦。到时吼，买个神经唔会长吼，唔对啊，过来家庭会总下拿来调制无。哎呀，请注意要给吼，每位放枪唔对，很上心爱对，支持爱对啊，要咋建议知道用的，不能让你们有承担任何风险啊，哈。表哥，大乐透600。菜市场心理学，先请君入瓮，其他人看到咩想会听吗？过来咧，过来，就等产品做出来，创造奇迹啊！往这八公庙也还隐蔽文化遗址被限制开发啊，每天还有晒庙的事情，抢死冇按丢紧的。先转型做慢则来去好了啊。文化遗址哦，轻点就会破案嘞。冇解。我啦，哪会知道？今日考古轻点就会有结果嘞。你黑唔黑第嘛个事情啊？莫乱传哦，俺知道要造空铁堑嘞，冇可能是文化遗址啦。佮汉较顶强诶，真经迄粉丝案哦。拜托，那只凶手哦，此类人还敢买你八公庙贬损啦？没黑吼，给你知道还嘛该啊？3D 猎应该骨条，也还较黑白。还黑做得用菜市场心理学啊。你迄同阿爸讲，俺爸爸已经同意唔晒庙。俺迄同阿爸讲，俺爸爸家庭我买铁嘞。你想哦，也哈记着都坚持自家的意见，讲都唔是讲，好不好？就先转去骗记着文亮片哦，都拉上谈判桌。过来嘞，过来。俺忙上到。拜托，做点麻烦唔通摆上清楚我讲好冇？推荐嘅事情本唔少都还唔拉诶。哎呦，一定有办法嘅咩？阿公，做乜嘅？我要见去迄八公庙啦。来，你相信我，也哈记着都小无家嘞，就是缺一个台阶下。就还要上网丢诶。老麦替唔晒庙嘅事情送一下，下礼拜就会投票诶，就到金线摆票嘅时间哦，就蛮耐讲。
伢爸爸爱买天，伢爸唔晒喵。安尼哦，别记着那时他办做给你哦，就唔系用两啥，就系用情哦。冇可能啦！记着嘅谈判呢，还会不会赚到笨蛋嘅想法？去假公去假。房车一听爱有一片，先本来调动，安尼怎有机会继续吵啊？昨天逢色嘅，老哥，卡卡记转来咧。省长做安尼做乜嘅？冯太太中风啦。喊你个欠哦。欠乜嘅啊？出3D 骨条的事情啊。俺做乜嘅我欠呀啦？安子说，爱弟，你吃对爱好。虽然哦，使用各种真奇怪嘅朴素啊。爱弟，俺系乜嘅主谋？清少，俺有懂多嘅麻烦啊！听俺都卤蛇金句，穷些都太讲唔会听。因为我卤得很彻底啊。唔系，我讲。有时出嘅嗰条路都係千人行嘅。唔用會有按到迪士尼勵志金句啊，從細到大做工唔俾停咧。你係係名詞。但是都唔客氣唐老鴨。那麼建議愛吼，愛去說服阿爸買天，去說服阿爸唔使喵。看安尼，都得解決一下嘅問題。那叫安尼講，有啲會奇怪咧。哎呦，我每次都有件事情做唔計骨頭咧。這個你較注意點誒。佢哋去做乜嘅啊？係講。高職都沒功課誒，佢講家庭嘅方式可能適合較結婚咯。唔係唔中意嘿啊？我哋以為佢衝到阿爸，我就想講，佢看佢優秀嘅好好做人啊，唔係拿公共天數嘛，故說。我要咩人哦？我冇意見啊。現在咧。Thank you，嘅3D，唐老鴨。用誒，好嚟嘛？告訴講，嘅係3D 練嘅。哎，阿西上條嘅啦，飛花，因為條條變你去嘅，像係3D 練嘅骨條啊，佢有乜嘅意見？唔係啦，佢講佢會嘅骨頭本來就係3D 練嘅。唔係用嘅3D？佢會嘅本來就係3D。嘛個情形啊，也係3D 練嘅，你詳細看，關節也變皺皺，你嘅骨頭有可能無樣皺皺。掉架咧，唔茫然咩嘅啊？名目上唔錯哦，喺家家哦，唔係你哦。愛弟，阿姑，你來來，
来，入嚟。唔是啦，唔是啦。經驗下嚇。入嚟。阿姑，你咪行卡做呢，要來坐啦。阿姑坐啊，嚇。阿姑，嚟食啊！唔是啦。啊，我同娜娜參詳過咧，係講 MIT 哦，佢除非見佢爸爸冇細苗。阿姑就數了你嘅親情啦，打算哦，答應愛還房錢錢咧。我想哦，安尼係最好嘅解決辦法啦。係哦，嗰條樓梯買地嘅鄉親哦，要當期待工業區都對 VRV 帶來新嘅氣象呢。也係唔係行啲定論爸比就嘅今天結果，眼老日嗰個講過嘅啊。定結公用嘅嗬，真嚟講啦。你哋今天結果請假就要出來了。我知道要在空鐵前咧，冇乜像乜嘅文化。買貨唔買 T 啊！偏馬雞，偏馬雞乜牛部誒？潮年啊，唔係體諒我一下好，人買做通庭，忙忙做通年，廿兩句做圈，一下本係當面啊！你係眼妹，你係眼老妹，眼妹唔講體諒嘅嘛？我一下老天買聽，笑到爸爸搞大嘅花田邊聽，我按用十萬大餅貴生人維護客家傳統，一下除了買貨嘅，我係做得樣嘅啦。做現裝特變同鄉，聽係無開人冇做壞事，因為你是我競爭緊做現做，做現要協你本有本用本有生人啊，冇幫我協係。冇幫我協，捱乜管冇幫我協？你哋係買貨，做係本捱冇幫我協。你亂講唔係㗎，啊！老夫買聽，你都係漂泊嘅啊！你這樣亂講嘅，大下家家出工嘅，我細苗係條件，明明你結婚買田就做啲嘅事情，而且跌開嚟做不點當嘅。阿爸講做唔得買，做香港做得買，我知道當難做你哋啊！奇怪嘅。好好做中人，本人咪對從實際權有難切間咪都不實事嘅。哦。耀峰啊，你做乜嘅？你空起來唔好硬用啊！唔係冇嘅，我冇辦法攞我聽書，我攏太要打開用，都想買睇嘅錢全部還記，佢媽媽冇乜性命呢。你空起來啊！拜託唔好硬用啦，哎喲！哥，我呢一生年唔是拜託畫下乜嘅事情，我求你。我想好。阿姑，
哎呦啊！一天他有啲变鬼变鬼。无可能抢救嘅啊！你睇家只流力快向你做嘅啊！家家，唔也係上天那講嘅話，係上天叫佢傾嘅爸爸唔使咩？爸，娜娜要不要去整理去外天數啦？呐，喊你同兩家人都請假嘅。不，莫老家鄉還有妮妮嘅粉絲殘強下啦。出嚟佢啊！唉。爸，姨父，莫個想調擺嘅事情吼，讓家鄉還有妮妮冇負擔去個生活。買啲嘅前提條件哦，就會莫曬妙啊，那會吃虧呢。哎呦，殺忙莫一定會成功，唔過唔殺忙一定會動強手。真要咩做路蛇嘿？話該路蛇啊！loser 數太經驗。喂，乜嘅？假嘅？三 D？乜嘅披露呢？我壓過去。乜嘅事情啊？除咗白紅咩嘅骨頭，係三 D 呢已經啦。乜嘅三 D 啊？除咗假嘅啊！暗角。乜嘅暗角？冇啦。一下你離開我，愛人變面嘿。本來做到，我一定會本期好看。係唔係留天買本？就答應唔使8個秒。還要跟天風重神，向前本人家騙咗一錢，你咩嚟嘅嘅啊？